大家好，我係北角兒童中學校長李建廉啊。今日歡迎中華倫敦協會啦，喺呢度咧同我哋學生做呢個面試。呢個活動其實我覺得好開心嘅，因為如果你講尋夢咧，應該細路仔小學咧一定會有一個課題係呢樣嘢，但係隨住個年紀長大嘅時間咧，通常咧都會將佢擺咗喺心裏邊唔講嘅。去到中學通常咧我哋都唔會話逐篇文咧都係講呢樣嘢，但係藉住呢一個嘅活動咧，劉博士啦，同埋中華倫敦協會啦，就俾到我哋學生嘅機會。第一，夠膽去講佢嘅夢想，亦都中間有一個比賽。比賽如果我知道如果冠軍或者相關嘅同學咧，有機會可能都係通過各種嘅方向咧去尋找到，同埋都可以實踐到佢哋嘅夢想咯。能夠可以做到咧說夢、追夢，最後可以圓夢嘅話，我覺得對於我哋嘅學生嚟講係一個好好嘅經歷。咁喺呢度嚟講咧，多謝中華倫敦協會今次嘅幫忙啦。大家好，我係佛教黃鳳崙中學校長李偉成，好高興咧今日咧我哋能夠參與呢個活動，由中華倫敦協會主辦嘅夢想成真計劃。坦白講，如果咧問同學佢將來咧有啲咩夢想咧，可能大家咧都會講到唔少嘅資料，但係咧要從咧一個咧可持續發展嗰嘅概念去諗嘅話咧，咁就唔同喎。今次呢個比賽咧，專登為初中而設，我覺得咧，讓佢哋咧啱啱喺初中嘅階段已經諗下人生嘅規劃，點樣可以咧製造一個更美好嘅世界，可持續發展嘅社會、國家同埋咧呢個世界係非常之重要嘅。我希望透過今次個分享嘅活動咧，同學們咧能夠互相切磋學習，能夠將佢自己嘅夢想咧將來成真。喺呢度咧，我更加要多謝咧劉善庭博士，因為咧佢喺今次舉辦呢個活動裏面咧出心出力，真係可以講全程投入，令到我哋嘅同學咧有多嘅機會咧去參與同埋表達自己。咁喺度咧再次多謝各位。我係佛教黃鳳崙中學嘅副校長，我姓張嘅，張志強老師係啦。咁首先咧都好多謝啦，中華倫敦協會主辦嘅呢個活動，咁可以咧俾學生咧一啲好多唔同類型嘅機會啦，係可以發揮自己嘅諗法嚇，咁然後咧講下自己咧對於將來嘅一啲嘅期望啦、目標啦，咁好讓佢作出一啲嘅思考同埋人生嘅規劃嘅。咁喺呢個活動裏邊咧，咁同學咧都用咗好多時間啦，去寫文章啦，咁然後跟住咧俾我哋選出一啲優秀嘅作品之後咧，咁從而要做一啲簡報嘅準備嘅一啲present 嚇。咁我哋期望咧今日同學咧都有一啲發揮啦，咁同埋佢哋辛苦咗咁耐，亦都排練咗一段時間，咁希望佢哋有美滿嘅成果啦。係啦，多謝各位。Hello， 我係 Cici， 咁今日咧參加咗London Ball My Dream program 啦，as a judge。咁今日就睇咗30個學生嘅 presentation 啦。咁今次做咗呢個 judge 咧，我覺得好 inspiring， 因為我見到其實我哋啲學生，香港啲學生都係好有 preparation， 好有諗法。同埋都好有夢想，咁所以我覺得今次做呢件事係好有意義啦，同埋我覺得London Ball Foundation 呢個 program 係非常之好 inspiring 我哋嘅 future 咯。首先好多謝中華倫敦協會舉辦呢一個比賽，令到我可以喺咁多人面前表達我自己嘅夢想，亦都希望以後可以有更加多咁樣嘅比賽去令到我向大家去發表我自己嘅夢想同埋我想實行嘅目標。好多謝中華倫敦協會舉辦呢個比賽啦！我第一次喺咁多人面前講出自己嘅夢想啦，我都希望我將來可以為自己嘅夢想繼續努力。多謝中華倫敦協會俾呢個機會俾我喺咁多人面前講我嘅夢想出嚟，可以令我更明確我自己嘅夢想。